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台語有感而發》第11集。我是小張。在咱這個社會內底，有一掛人講，閩南語就是葫蘆話。這個葫蘆話就是正港的上古漢語，就是《詩經》的語言，就是《論語》的語言。無大緊，3000年來攏無改變，就是上標準的上古雅言。這個講法到底有道理還是無道理？咱今日就要來討論。有人講葫蘆話就是對糊塗甲樂書演變出來的。小張講這是無稽之談啦，根本就烏白亂講嘛。這兩個圖若是講甲數學有關係，這我愛信；但是若是講這兩個圖甲咱講的語言有關係，小張是完全無要信這套的啦。若是有了解的人，歡迎提出一個有道理的講法來甲小張扇嘴皮，無要緊。有人講唔是啦，小張，葫蘆話就是在講湖南洛陽這個地區的人所講的話啦。嘛有人講唔是，小張，葫蘆話就是在講黃河甲洛水交匯這個所在，這個地區的人所講的話啦。其實這兩個地區是在講同一個所在，就是洛陽盆地。這個洛陽盆地到底在什麼所在？咱即馬來看地圖，洛陽盆地就是在西安市王東差不多150公里的所在。有一個重點，小張愛來講一下。洛陽的洛是入聲字，所以講這三字要甲讀作葫蘆話，音就已經不對啊啦。這個洛陽盆地的人，即馬講什麼話？是不是講閩南語？小張負責任的甲各位報告，唔是講閩南語。你哪會知？真拄好嘛！小張有一位學生，就是佇這附近大漢的人，伊完全聽無，嘛袂曉講閩南語，證明這個地區即馬唔是講閩南語。即馬唔是古早咧。好，咱即馬就對古早開始討論起。咱來畫一條時間線，倒邊就是古早，正邊就是現在。一開始，咱對明子開始討論起。這個明子是正港的上古文獻。明子安怎講？伊講晉馬南蠻結舌之人，非先王之道。意思就是講南方遮的人講話敢若鳥仔在叫咧，攏聽無啦。甲古早先王之道嘛攏無共款。佇這個所在，咱就看甲真清楚啊。先王就代表古，晉馬就是現在。所以講單樸書寫的子馬完全唔是正確的。咱就愛來學明子甲孔子寫的晉馬，才是即馬正港的寫法。單樸書寫的這個子馬，咱笑笑就好。這篇文獻的重點在什麼所在？重點就是明子身為戰國時期的中原人，伊根本就聽無南蠻人在講什麼話啦。即馬一定有人會講，小張，你哪會這含慢？明子是戰國時期的中原人，所以講伊講的話，當然就是迄當陣的中原正音，就是雅言嘛。所以講伊聽無南方的語言，真正常啊。迄當陣的中原人，就也未遷徙入去南方嘛，所以講南方的人未曉講葫蘆話，真正常嘛。你毋就愛對歷史上300個衣冠南渡開始討論起。好，咱即馬就來講衣冠南渡的代誌。歷史上有300個衣冠南渡，第一擺的時陣就是英加之亂，第二擺的時陣就是靖康之難，第三擺是明朝滅亡。除了這300個衣冠南渡以外，也閣有2項大代誌，咱無講袂使。第一項重要代誌，咱要來講的，就是這位陳元公，後世人尊稱號做開宗聖王。這位陳元公佇福建地區舞一片練堂，結果有甲中原地區的口音傳入去福建無？答案是無啦。這個無唔是我講的哦，唔是你講的，無是啥物人講的？講這個話的人是唐朝的大文學家，號做劉禹錫。這個人是標準的洛陽人，在伊的冊內底寫一句話，伊華語不通，這就證明講咱拄則講到的陳元公，並無將中原地區的口音傳入來福建。在劉禹錫的後壁，過來王家的三兄弟啊，這三兄弟合稱開明三王。這三兄弟敢有甲中原地區的口音傳入來福建？答案是無啦。就算講有，嘛是真有限啦。安怎講？因為在200年後，在福建地區出一位文學家，叫做朱熹。這位朱熹在這個《朱子語錄》內底寫安尼：面節聲音猶不正。這個證據會使講是真有夠力啊。安怎講？因為這位朱熹本身是福建人，伊閣在調為官，伊會講這款的話，就代表中原地區
甲福建口音實在相差太濟。啊，朱熹的後壁抑閣有無？當然嘛有。即擺要講的這個人，小張以前捌介紹過，叫做黃淑景，是正港的北京人。伊寫一本冊，叫做《台海史雜錄》。佇這本冊內底，伊有寫着講，伊去台南的時陣，發現講，哪會攏聽無？所以講，佇這本冊內底，伊就寫郡中絕舌鳥語，全不可曉。表示講清朝的大官嘛攏聽無閩南語。看到這，咱就知影一個道理：自從上古時期，不管是中原地區的人也好，北方的人也罷，完全攏聽無福建人在講啥。所以講歷史上300個衣冠南渡、甲陳元公、甲王家三兄弟啊，敢有甲中原地區的口音傳入來福建？無啦，完全失敗啦，完全是騙局一場啦。咱即馬來做一個整理。上古時期的明主，唐朝的劉禹錫，宋朝的朱熹，甲清朝的黃淑景，會使講是完全聽無南方的方言啦。這內底當然都包括閩南語在內嘛。所以講歷史上300個衣冠南渡、陳元公甲王家三兄弟啊，根本都無甲中原地區的口音傳入來福建，就算講有影響，嘛是足有限的啦。講到這為止，嘛是一定抑閣有人會不服啊。小張毋是像你講的安尼，閩南語就是好老話，就是正宗的上古漢語。像這個《詩經》啦、《論語》啦，攏嘛愛用閩南語來讀才會順。包括台灣的西貢要起壇做法，包括這個和尚要念經，攏嘛是愛用閩南語。所以閩南語就是正宗。什麼是正宗？這兩位就是正宗。國民黨戰敗轉進來到台灣的時陣，這兩位嘛對咧來。這兩位攏是外省人，攏袂曉講閩南語。所以莫閣講什麼西貢起壇做法，都愛講閩南語；什麼《詩經》《論語》都愛用閩南語來讀。但這兩位無用閩南語，嘛是讀甲好勢好勢。上尾啊，小張要來分享一句網友講的話，我感覺足有道理的。伊講正宗的攏無講閩南語，但是無正宗的咧，攏講閩南語才正宗。這就是咱台灣特有的現象。咱來講結論：第一，閩南語絕對毋是上古雅言，別人在起笑，你毋免對咧起笑，這絕對就是無稽之談。第二，衣冠南渡，甲中原地區的口音傳入來福建，這是騙局一場，因為完全失敗。第三，歷朝歷代的文人大官攏聽無閩南語，這是事實。第四，北控南張的後代就是正宗，人因攏嘛聽無閩南語，嘛袂曉講閩南語。所以一天甲毋得講什麼閩南語，就是正宗的人。較早困較有面啦。今日我就講到這，感謝你的收看，歡迎批評甲指教，謝謝，拜拜。